胡说！我不相信我的四喜会就此离开我。就算他心里怨我、恨我，他也不至于这么多年杳无音讯。一定是你早就把他给出卖了，那么他现在一定已经遭你的毒手了吧？我知道，今天就是我的死期。不过，我能偷着享这10几年的福，不亏了。总之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，就由你了。混蛋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如此嚣张？快说，李将军到底现在身在何处？好，我说。其实，李将军早就投靠清廷了，和我一样，改名换姓，不知躲在什么地方逍遥快活呢。住口！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挑拨离间！哼，李定国心虚了。其实你也知道，李将军对你杀妻灭女的冷血极为不满，他应该会报复于你的。想不到10几年过去了，你更加疯狂，竟然用你的亲生女儿假扮青楼女子色诱于我。莫生，你居然敢自作主张！莫生，你怎么把孙福给杀了？靖王，此人自是必死无疑，定是说什么也不会透露实情，只会满嘴胡言，损害小师妹的名节，倒不如杀了干净。可是至少也要问清楚清廷的一些情况再说呀。他说的话能信吗？那你也不能杀了他呀！爹，你不知道这个孙福有多可恶，他居然在妓院里欺负小师妹，现在又来诬陷李将军。爹，人家没有，他进来的时候已经醉得不行了。够了！都怨你擅自行动，差点连累了师兄师姐们。要不是你将功赎罪，我就把你关起来，再不许你踏出明珠谷半步。爹，一欢知错了。一欢这次出谷还是有收获的，我相信他现在应该明白，为什么我们几位师长老是逼他努力学习练功。正所谓学到用时方恨少。一欢，以后你得吸取教训，多跟师兄师姐们多学点本事。知道了，义父。